相机。其实很多人他有钱，他买点用两下，给我搞不好说不定没用几下，他又来了。找范围噻。前面人家都以为是去东边跳也是他有钱，人家不想让他现在去东边干嘛的？冬天的时候，冬天是热和。回到农村噻，你这里。人家要重新录一遍。人家要弄。焦距太近了，所以说有些时候85有85的好处，50有50的好处。50的好处就是一群人挤得进去的。好远啊！大流量越高。喊柚子妹妹跳。好嘛，跳嘛。我去看。好，好了，看噻。我都跟他说的。跳嘛。你要跳哈。你看，他打的一大飞机。